后来发明这个机器人代替人工来爬菱角，这毋是咧讲妄教哦。科学工艺博物馆都来发明出会用煮菜的机器人，做伙来看。真实热炒，互饭出味，澎湃配料味真香。毋过真少看，这做料理的是一台机器。会晓炒饭、卖洗煎饼、火提鼎到提煎时，每一个动作拢真简单，做出来味咧，民众敢爱食。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还是一样，它还是有酥酥脆脆的。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展览这台智慧机器人，这是台湾发明的。伊的骹手关节设计甲真有路，好活动，可以做料理轻轻松松，像倒顶年柑。单臂其实好控制很多，那双臂你要让左手跟右手，它的动作是协调的，两只手不会彼此打架。所以它做起来的难度会比单臂的高很多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以后对职业妇女来说，好像我只要设定好，然后对我们这种不会煮菜的人来说，好像机器人就会帮我们搞定一切。古水外形加趣味料理，请真侪人来参观。科技发展进步，甲民众斗煮饭，未来厨房这个新设计，互民众感觉有影厉害。